你敢相信嗎？一位已經81歲、滿頭白髮的老人家，在熱到不行的廚房裏，單手拿着幾公斤重的鐵鍋，大火翻炒，汗水早就把衣服全部濕透了。收工後還要趕場去電視台錄影、拍廣告，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這個人就是香港家喻戶曉的功夫硬漢兼廚神鼎爺李家鼎。照理來說，以他現在的江湖地位和賺錢能力，早就該在豪宅裏享清福，過着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了。但為什麼他到了81歲的高齡，還要像個鐵人一樣瘋狂工作，到處撈錢？答案背後隱藏着一個讓全香港甚至整個華人圈都唏噓不已的家庭悲劇。因為在他的背後有一個年過40卻依然無法獨立，生了3個小孩還要靠老爸接濟的大卡車，他的大兒子李永漢。今天這支影片，我們就要來徹徹底底拆解這位頂着星二代光環的李永漢私底下的人品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他是如何一步步把一個名震江湖的硬漢老爸逼到晚年還要拼命賺錢養他們全家的？而這段看似風光的明星家族背後，又隱藏着多少不為人知的啃老內幕與家庭狗血劇？如果你也對演藝圈的家族八卦感興趣，請一定要看到最後，因為後面的爆料真的會讓你大開眼界，徹底傻眼。說到鼎爺李家鼎，年輕一輩的觀眾可能只知道他做菜很厲害，開的私房菜館一個晚上桌費就要好幾萬。但老一輩的觀眾都知道，鼎爺年輕的時候可是香港電影圈赫赫有名的武術指導和大反派。他脾氣火爆，性格剛烈，在片場只要一瞪眼，連大牌明星都要皮皮挫。但也許正是因為外表太過強硬，鼎爺內心深處對家庭、對兒子的愛卻柔軟得像一灘水，甚至到了一種溺愛的程度。鼎爺和前妻施明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大兒子叫李永漢，小兒子叫李永豪。這對雙胞胎從小就在演藝圈長大，可以說是含着金湯匙出生的星二代。但是星二代這個光環，有時候不是福氣，反而是一種詛咒。我們常說養兒100歲，長憂99，這句話用在鼎爺身上，簡直是完美的寫照。尤其是大兒子李永漢，真的讓鼎爺操碎了心。我們首先來拆解李永漢的第一個特質：好大喜功，眼高手低。身為星二代，李永漢年輕時也進過演藝圈拍戲，但無奈演技平平，外形也沒有特別出眾。在電視台混了幾年，始終只能演一些跑龍套、路人甲的角色。眼看在演藝圈發展不順，一般人可能會選擇腳踏實地找份朝9晚5的工作，或者跟着老爸學一技之長。但李永漢不這麼想，他總覺得自己是幹大事的人。在2016年的時候，他突然宣布要進軍政壇，參加香港的區議會選舉。當時這個消息一出來，演藝圈和吃瓜群眾都震驚了。一個沒有任何政治背景、沒有基層服務經驗的過氣演員，憑什麼出來選？說白了，他憑的就是他老爸李家鼎的名氣。在選舉期間，大眾常常可以看到80多歲的鼎爺頂着大太陽，在街頭幫兒子發傳單、拉票，卑躬屈膝地向路人作揖拜託。看到那個畫面，真的讓人非常心酸。一個在片場威風八面的武林高手，為了兒子的政治夢，不得不放下尊嚴在街頭求人。結果呢？李永漢最後只拿到了非常慘淡的票數，高票落選。這場政治秀不僅消耗了鼎爺多年累積的人脈和面子，更燒掉了大把大把的鈔票。而這些選舉經費，不用想，大半都是鼎爺在背後買單。如果說政治夢碎只是交了學費，那接下來的創業之路才是真正無底洞的開始。這也暴露了李永漢人品上的第二個大問題：缺乏責任感，極度依賴父親。眼看政治走不通，李永漢又動起了做生意的念頭。他先後開過日本拉麵店、火鍋店，還有烤肉店。在香港這個寸土寸金、店租貴到嚇死人的地方，開餐廳的本錢動輒要幾百萬。李永漢哪來的錢？
當然又是向鼎爺伸手。更誇張的是，李永漢做生意完全是把老爸的名字當成提款機和免費的廣告看板。每當新店開幕，他一定會拉着鼎爺來站台，利用鼎爺廚神的名號來吸引顧客。如果店裏經營得好也就算了，但偏偏李永漢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他缺乏管理經驗，對食材成本控制一竅不通，甚至被爆出私底下對員工態度傲慢，擺老闆架子。結果可想而知，幾家餐廳接二連三地傳出虧損，最後紛紛倒閉。每一次倒閉，背後都是高達幾百萬的債務、員工的薪水，還有供應商的貨款。面對這些爛攤子，李永漢是怎麼處理的？他沒有展現出一個成熟男人該有的擔當，反而是雙手一攤，把所有的債務和壓力通通丟給了當時已經年近80的老爸。這也就是為什麼在2016年前後，鼎爺憑藉着烹飪節目《阿爺廚房》再度爆紅，賺了大錢之後，卻完全沒辦法停下來休息的原因，因為他賺進來的每一分錢，還沒在口袋裏捂熱，就要拿去幫大兒子填補生意上的無底洞。如果只是事業上失敗，只要肯改過自身，身為父母的看在眼裏，通常還是願意拉一把。但李永漢最讓人搖頭的是他在私生活和家庭責任上的極度不成熟，這也是我們今天要拆解的第三個重點：缺乏長遠規劃，在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盲目追求多子多孫，把生育的成本轉嫁給年邁的父母。在2016年的時候，李永漢和圈外女友結婚，當時他已經沒有穩定的工作，餐廳生意也搖搖欲墜，但他依然舉辦了一場非常風光的婚禮。結婚之後，李永漢在短短幾年內接連生下了大兒子、大女兒，後來又追生了第三胎。在現在這個時代，尤其是在生活成本世界第一高的香港，養活一個小孩到大學畢業要花掉好幾百萬。一般中產階級家庭生一個、兩個就要深思熟慮。但李永漢在自己完全沒有穩定收入，甚至債台高築的情況下，居然一連生了3個。這難道是因為他非常有愛心，非常喜歡小孩子嗎？也許是，但更多人看到的是他的自私，因為他知道，不管他生多少個，他的神仙老爸鼎爺絕對不會看着親生孫子餓死。果不其然，自從有了3個孫子之後，鼎爺的負擔更重了。李永漢全家5口人的生活費、學費、房租，很大一部分都變成了鼎爺的責任。有知情人士爆料，李永漢現在名義上在鼎爺的私房菜館裏幫忙，但其實根本不幹粗活，每天就是訪來訪去，卻拿着比一般員工高出許多的高薪。這不叫工作，這叫變相的啃老。看着已經81歲的鼎爺，每天在廚房裏操勞，甚至因為長期站立，膝蓋和腰椎都出現了嚴重的勞損。但只要一提到3個孫子，鼎爺也只能無奈地對媒體笑笑說：沒辦法啊，為了孫子，只要我還能動，就得繼續做。這番話聽在旁人耳裏，真的不是溫馨，而是滿滿的悲涼。除了經濟上的壓榨，李永漢在處理家庭關係上的人品，更是引發了巨大的爭議。這就不得不提到前幾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李家兄弟決裂事件。這場風波讓吃瓜群眾徹底看清了李永漢私底下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李永漢的雙胞胎弟弟李永豪，在經歷了與前港姐楊思琦那段轟動全港的悲慘情傷後，單身了許多年。後來，李永豪好不容易走出陰霾，認識了一位溫柔賢淑的台灣女孩艾格尼斯。兩人交往2年後，決定在2022年的10月註冊結婚。這原本是一件天大的喜事，鼎爺也非常高興，親自出席了婚禮，在現場笑得合不攏嘴。然而，眼尖的媒體和網友卻發現了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這麼重要的婚禮，新郎的親生母親思明以及雙胞胎哥哥李永漢竟然全場缺席。一時間，輿論譁然。在傳統觀念裏，結婚是人生大事，母親和親哥哥居然連演都不願意演一下，直接拒絕出席，這背後到底有多大的仇恨？隨後，
香港媒體爆出了驚天大內幕。原來施明和李永漢對這位台灣新娘艾格尼斯非常不滿意。據傳，李永漢嫌棄女方的年紀和背景，認為她配不上自己的弟弟。更扯的是，李永漢和施明甚至在婚前對李永豪放話，如果他執意要娶這個台灣女生，他們就不會承認這段婚姻，也不會出席婚禮。這件事情讓李永豪非常受傷，他好不容易找到人生的真愛，卻得不到最親的媽媽和哥哥的祝福。但更讓人看清李永漢人品的，是他在這場風波中所展現出來的強勢與自私。有知情人士透露，李永漢之所以極力反對弟弟的婚事，表面上是為了弟弟好，但私底下其實是有一本經濟算盤。因為鼎爺雖然和施明離婚多年，但一直有供養施明，而李永漢和母親施明的關係非常緊密，甚至可以說李永漢一直利用母親的影響力，在分配和掌控李家的家庭資源。如果李永豪一直單身，那麼鼎爺賺來的錢，未來可能留下來的資產，很大一部分都會繼續向李永漢和母親這一邊傾斜。但如果李永豪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未來生了小孩，那鼎爺的財產勢必會被平分。李永漢習慣了當那個獨佔父親資源的大寶貝，怎麼容許有人來分一杯羹？因此，他不僅自己不出席婚禮，甚至還拉着母親施明一起抵制。這種行為在很多人眼裏已經不是簡單的家庭意見不合，而是為了一己私利，不惜破壞親弟弟一生幸福的極端自私行為。這場婚禮風波過後，李家兄弟的關係正式宣告破裂。李永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眼神裏滿是落寞和心寒。他直言和哥哥已經很久沒有聯絡，而鼎爺夾在兩個兒子中間，更是左右為難，痛苦萬分。一邊是依賴他生了3個孫子的大兒子，一邊是好不容易找到幸福卻被孤立的小兒子。這位81歲的老人家內心的煎熬可想而知。然而，李家的考驗還沒有結束。就在婚禮風波過去沒多久，2022年的12月，李家再度傳來了令人震驚的壞消息。母親施明在吹頭髮時，不小心在家中跌倒，頭部撞擊地面，導致嚴重受傷，隨即陷入昏迷，被緊急送往醫院進行開顱手術。當時施明的狀況非常危險，醫生甚至下達了病危通知書，留在加護病房觀察。這個消息對李家來說，無疑是一場晴天霹靂。而此時，李永漢的所作所為，再度將他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母親危在旦夕，身為大兒子的李永漢在媒體面前表現得極度崩潰。他每天對着記者哭訴，甚至公開表示願意用自己的壽命來換取母親的清醒。這種孝子形象，一開始確實感動了不少人，但是很快就有網友和媒體質疑李永漢的這些舉動是不是有點作秀過頭了？在母親生死未卜、最需要安靜休養的時候，李永漢卻頻頻主動向媒體爆料母親的最新病情，甚至在社交平台上發表各種煽情的言論。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他竟然在接受採訪時暗指母親之所以會跌倒出事，是因為之前被某些事情氣到了，心情不好才會恍神。這番話一出，大家立刻聯想到2個月前李永豪不顧反對與台灣女友結婚的事情。李永漢這是在幹嗎？他這是在利用母親的悲劇，公開對親弟弟進行道德綁架和輿論審判。他試圖把母親受傷的責任推給追求自己幸福的弟弟，讓李永豪背上不孝的罵名。這種在家庭危機時刻不思如何團結家人、好好照顧病人，反而借題發揮往親兄弟身上潑髒水的行為，讓許多原本同情他的吃瓜群眾徹底轉黑。大家紛紛感嘆李永漢的人品真的是讓人搖頭。而與此同時，正在瘋狂工作的鼎爺面對前妻的重病，除了內心的悲痛，更要面對現實的打擊。在香港的私立醫院，加護病房加上開顱手術的費用高達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李永漢除了在媒體面前哭泣和指責弟弟，他拿得出這筆醫藥費嗎？
答案顯而易見。最後這筆沉重的醫療開銷，毫無疑問，又是落在了81歲每天在廚房裏操勞的鼎爺肩上。看到這裏，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一個81歲的老人家會被一個40多歲的兒子啃老啃得這麼理所當然？這其中，除了李永漢個人人品的問題，鼎爺自身的教育方式，難道就沒有責任嗎？其實，這正是東方家庭常見的悲劇。鼎爺年輕時因為工作忙碌，對兩個兒子疏於陪伴，加上後來與思明離婚，心中對這對雙胞胎一直存有一份虧欠感。因此，在物質上，在生活上，他總是想盡辦法滿足兒子。當李永漢第一次創業失敗時，鼎爺幫他還了債；當李永漢第二次失敗時，鼎爺又幫他頂了下來。每一次的父愛如山，其實都在無形中剝奪了李永漢學會獨立、學會承擔責任的機會。久而久之，李永漢形成了一種錯誤的認知，反正不管我做錯什麼，賠了多少錢，生了多少小孩，我老爸都會幫我搞定。這就導致了現在的局面。李永漢已經40多歲了，心智卻還停留在一個任性、自私的小孩階段。他一邊享受着老爸用汗水換來的資源，一邊還心安理得地覺得自己是個孝子，是個好爸爸。而81歲的鼎爺，現在已經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他不敢老，不敢病，更不敢停下來，因為他一旦停下來，帶兒子的那一家5口，可能頓時就會失去經濟支柱。這不是辛酸，這簡直是一種悲壯。好啦，聊了這麼多關於鼎爺和李永漢的家庭恩怨，我們來為大家總結一下今天這段故事的3大重點。第一，星二代的光環如果沒有腳踏實地的努力支撐，最後只會變成眼高手低的催化劑。李永漢從政失敗，經商屢屢倒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第二，啃老不僅僅是經濟上的索取，更可怕的是心智上的不成熟。在自己沒有承擔能力的情況下，盲目生育3胎，把責任全丟給8旬老父，這才是最讓人唏噓的自私。第二，父母的過度溺愛，往往是巨嬰誕生的溫床。鼎爺的辛酸晚年，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多年來對大兒子毫無底線包容的後果。養兒防老，在鼎爺身上，卻變成了老了還要拼命養兒。看到一個81歲的老人家還在廚房裏為兒孫揮汗如雨，真的讓人感到無比的無奈與心痛。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你們看完今天這段故事，對於李永漢的人品有什麼看法？你們覺得鼎爺到了這個年紀，還應該繼續這樣無底線地幫大兒子一家買單嗎？如果你是弟弟李永豪，面對哥哥這樣的對待，你又會怎麼選擇呢？歡迎在影片下方的評論區留言，分享你的真實想法，我們一起來理性討論。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深度爆料的娛樂八卦影片，覺得內容夠精彩、夠豐富，請一定要幫我們按讚、分享，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你的每一個支持，都是我們繼續挖掘演藝圈幕後真相的最大動力。謝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咯。